这中东战火影响到空中的交通，有一只阿联酋航空下晡3点外飞到桃园机场，拢总载501名旅客，有旅客是欢喜甲流目屎，总算是离开中东地区咯。不过卡达的机场到当时也无开放，有20多名留伫遐的台湾人组成自救会，因决定讲要包车先到800公里外沙乌地阿拉伯，希望会当赶紧回来台湾。 先客赶大包小包行李落飞机，每人手里拢有机场公司准备的小礼物，代表平安返厝的捧告诉，中东战火影响地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家关联空，为2月28战到呾，3月7日头一台阿联酋航空客机飞到台湾，下晡3点58分飞到桃园机场。 其实有点不太可思议，因为其实就是过去3天一直坐在电脑前面，然后一直狂看，就是到底会不会飞，然后每班都取消，很忐忑的，心情真的有点紧张。天上就有砰砰砰3声，我吓了一跳。班机拢总载旅客501人，其中本国籍的旅客275人，外国籍旅客226人，含专机82人。接机现场原来有真感动人的场面，妈妈一个看到查某囝都指责袂调，一直流目屎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担心。平安就好。我有看到那个飞弹，就是应该是无人机，然后地对空的那个飞弹打上去之后，它爆炸，然后还有那个冲击波。 亲目看到飞弹哪在画面，也有落来碎片，真侪旅客回想当时的情形，也有心惊惊。然后接机家属伫看到后生了后，心肝内就骨才放落来，满面笑容，甲后生闪条条。终于回来了，有没有很担心儿子回不来？ 会啊，会，当然是会担心了。他回来，我跟妈妈就很放心啦。你当父母，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不过因为卡达的机场也是无开放，真侪台湾人调伫卡达真一天，因为求助外国单位回答讲，敢会当暂等，已经有20外个台湾人家己组自救会，决定协顺旅行社包车离开卡达。今天卡达又飞弹又在那边蹦蹦蹦，所以一堆人要。 包车去别的国家，然后坐飞机看可不可以回去台湾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空隙有限度开放，外交部建议，因为短期商务旅行调伫当地的国人，会当利用后续复航的商业航班回国。另外，目前阿联大公国甲邻国的阿曼边界无关起来，咱国驻杜拜办事处会当协助有意要离开阿联大公国的国人，经过陆路前往阿曼，互国人为阿曼家己坐商业航班回国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